台湾是喺在玩具脚踏车嘅生产大国，一到传统产业唔係使出去嘅，如係賣黑的喲。更加可能像傳到中華沙頭嘅正曼產業，雖然一個產業喺台灣60年呢，唔過當然唔低，評論之家乃如去腳工作嘅賣的，如來吃沙頭。現時沙頭還有340人間賣的工廠，至少有1/3的鄉民如睇做相關產業。沙頭賣的王國係用來形成嘅，廿多年來又用來10萬研發新產品、開發新市場，來面對國際經貿環境嘅轉變呢。來看我哋嘅報道。10台正賣機24點鐘，而家無停地運轉，做出一送又一送各種花樣嘅賣咧。像這一台，它可以做一般高檔的金絲棉的學生襪、少女的中筒襪，這一台就可以做這種。所以說，它每一台它都有它的特色的生產功能。中華縣沙頭鄉係馬來嘅故鄉，係正萬業最豐盛嘅年代。台灣人腳工作嘅馬來，近10宗就有7宗係沙頭做嘅。腳工產業喺沙頭發展已經超過60年。公布過後，上海창屋之外營業體台輸入機器，過後是屋鄉體成立大同產業，屯正萬業帶入刺通生產嘅兩筆。裡面經為使用危機公司解散，員工買嘅機器屯塘下轉做工廠，成立正賣公司。他剛屬於民國65年的時候，我們社頭有一家大同實業，那個大同實業剛好是民國63年是石油危機，65年它就倒閉了，所以一倒閉，我們回去就失業了。失業，但是我們有一點積蓄。然後回去的話，就買了幾台中古的機器，回來自己生產。從此一般沙頭鄉民歸路客人窮下做，阿爸傳本來嘢，阿哥傳本老太，國家嘅發展做上節下節完整串聯嘅正賣產業起路。在科林裡面有幾台機器，有1-2台機器，在那裡生產，在那裡翻襪套，然後在那裡包裝，就是在客廳裡面。我們社頭就從那個時候開始演變，然後再形成了一個化學的互相。對編織、裁縫、染色進行多包裝，連做一條完整的生產線，分工外包至降低嘅生產成本，也係沙頭變做正賣王國的成功因素之一。從中加比嘅工廠，就將負責裁縫賣的各自的部分。那時候社頭那種代工很多啊，然後幾乎大家小朋友都要翻襪子啊，這是家家戶戶大部分都是這樣子的，因為我們這邊代工很多啊。阿媽，你一天會當編偌濟枚啊？我300寸爾。300多。伊早編枚啊，跟現在有啥物無同款？較早較濟，今仔較無。即擺無嘛，較無遐嚴啦，即擺較嚴啦。即擺你無編較迄個，若編普人人就無愛啊。沙頭馬來西工廠多全盛時期登記嘅細型正賣工廠就有400人間，也還有340人間細型嘅賣廠，但是台工維持生產線。民國80到85年係台灣正賣產業嘅高峰，每社會年產出就有8個億元。喺陸下屯馬來邊面賺錢，差唔多係結合為沙頭生意嘅共同記憶。以前我們家3個小朋友啊，3個小朋友都會比賽，都會比賽啊。不過都是妹妹比較厲害。妹妹比較厲害，為什麼？他們手腳比較快啊。你不知道是男孩子比較沒耐心還是怎樣？你叫我坐在那裡翻襪子，我很難過。
就一样啊，就固定一打1块钱啊，翻一打1块钱啊。一天哦，那小时候赚个100块，你就觉得好了，够了，我不要翻了。讲到沙条马的做唔得冇讲到微风人，50年推米，微风人对日本建立用马的制造技术，开始做尼龙丝袜用马的生产，用喺千多嘅成本，成立一贯化中药工厂生产用马，变做当地最重要嘅织物家畜。从阮囡仔时，阮到开始阮爸爸的时代嘛，开始做袜啊，做袜我嘛有到编袜以前古早就是爱用人工。以前无发明自动化时，就用人工来帮忙做一些袜子。但现在自从自动化、工业化、自动化以后，现在产能有提高，人力的一个产值就也跟着提高。但是虽然过去没有像过去那种家庭级工厂大概有多少件努力就做不了，但是现在台湾的织袜业就差不多7、8成拢伫中华下头。阮下头未来发展历史就等于整个台湾织袜业发展历史。织物业的发展同流行亲有关系，里面流行重要的富，看得到各自的两海。60年过后出世的什么业，我在讲民业做丝袜，丝袜的市场变小。当时係微貨家畜規模最大嘅賣嚟從大頭價嘅微平期，精準嘅作為改變，看上海外市場，降低內銷比重，也係北上嘅產品入外銷，入到歐美市場。目前的月產能大概有6000打，大概一年生產大概襪子相關的大概有1-2千萬雙。行銷世界各國目前的內銷外銷的比例是2:8，我們大部分的產能都是應付外銷的需求。我們的主要市場是在美國、歐洲，還有亞洲，現在也慢慢在成長。WTO 帶來外國便宜的物力，睇下你嘅競爭下，沙條嘅物力產業天天嘅行向沒落，弄擺太發展的前景已經看唔到嘅。台湾本身是已经加入 WTO 本身一个自由共同体贸易共同体，我们没办法去设限整个国家的产品来台湾嘛但是唯一我们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同文同种它本身的产品的杀伤性，它是又低廉的价品，它对我们的产业的冲击会相当大，而且本身整个尾标还有半成品进来所改台湾制这个包装的话，已经受到产业已经受到冲击。其实过去几年来，我们饱受中国大陆不管在内销或是国外市场一个冲击，它用低价劣质的一个产品来造成我们大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困境。我見同一家嘅廠商冇本人大幫客，3萬嘅做差異化、高品質嘅專業設計，比平時還有一項從外飛嘅秘密武器，也有款式千多，睇淡到本人可能面逢之價嘅前期賣，外國人稱好，韓國比平時掌握嘅少量多量、請價高貨嘅製造原則，本人成功嘅拿到歐美人他嘅訂單。過去我們華貴的經典的slogan 叫做腰部以下全部透明，因為我們做絲襪一般都在腰部以下為主，但是我們目前呢，我們公司在往上提升，所以我們從腰部以下開始慢慢往腰部以上發展，所以很多類似內衣的一些概念，跟我們都已經開始做一些融合，像我們開發的像 body stocking 就是說連身的一個褲襪，以這個為主，因為這些東西附加價值會比較高。然後也符合我們少量多樣的一個變化一個原則，所以這些訂單就比較容易留在台灣生產。這是我們可以賴以接到國際性訂單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元素產品。
甚至係同工人員合作，加熱高科技研發出防蚊絲襪、冰涼絲襪一條機能性的產品。我們的中小企業在開發能量資源畢竟還是有限，還是不足，所以我們最近跟了一些法人研究單位有做一個配合合作，開發的一個計劃，所以我們陸續利用他們的一些設備跟一些資源，我們配合開發了一些系列的一個產品。有一個好處就是它的彈力展延性相當好，網狀的編織法更透氣。沒有織物廠商開發新市場，來做空天醫療業部分的產品，做出附加價值高高，保護氣體為護氣一條東西，繼續賺錢。目前這種全電腦織襪機它的功能相當變化，你要做什麼，它都可以讓你創造出來。一般這種襪子一般都是說做襪子用，但是它也可以做護具用，護具的產品。這台襪子它只有更改它的內定程式，跟它整個那個零件做更改，它就可以做一個護具機。這種襪子在市面上一片它都賣400塊、500塊，所以說它附加價值是相當高。麥類傳統產業喺台灣當建60年，經過風風雨雨，不過今年3月美韓 FTA 友好，使至到台灣麥類產業嘅外銷市場再個受到衝擊。現在訂單比較少了，沒有像以前那麼蓬勃發展了。現在大陸的低價競爭我們高檔的還要跟韓國競爭韓國現在又免關稅，可能後面會更難做。那韓國在國際市場的襪子的產品的同質性跟市場的重疊性很高，所以自然彼此替代性也就很高。那自從韓國跟美國跟歐洲同時簽訂的所謂的 FTA 自由貿易協定你知道我們的襪子銷到美國是要課15%的平均關稅，到歐洲要課12%的平均關稅。如果韓國簽訂實施以後，他們的襪子到美國就不用這些，到歐洲都不用這些關稅的時候，我們自然對韓國在美國在歐洲就喪失了15%跟12%的競爭力。我們產業本身不怕競爭，我們最怕就是不公平。像美韓 FTA 已經簽署了，美韓 FTA 它已經把15%的那個關稅降掉，我們要跟韓國競爭，它已經把15%拿在口袋放了我們才跟它開始競爭我們整個產業要面臨的整個外銷接單也是相當的辛苦，所以說我也是希望政府能夠趕快去簽署 FTA， 讓整個企業的那個接單能量也能夠有公平性我是認為說這些我們的政府是要多加把勁在這方面趕快做處理。織物機轟隆轟隆24點鐘無停運轉，喺沙條中下一甲子無邊的聲，變係廠商希望轉型升級，增加競爭力。不過面對國際經貿大環境的改變，帶來重大危機，業者除了想辦法繼續拼，你希望政府趁數打停下，本台灣的麥類產業做得再創高峰。